哦，Baby Boss。好大啊！呢、個京華城訂餐就俾你玩扮飛機師啦，扮警察啦，扮餐廳服務員啦，扮酒店服務員啦，考古學家啦，好多種嘅唔同嘅行業。呢個做司機啦，駕駛執照。哇！呢小朋友個咁大個。呢個咧就扮醫院急症室嘅救護員。你睇下裏邊咧，啲小妹妹又扮同 BB 換片。